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苗栗三湾乡的乡长温志强，涉嫌利用着乡公所的采购、甲租标公所的土地，甲甄选着春节队员的机会共收钱。法务部廉政署报请着苗栗地检署来侦办，检调人员分48个线路来搜索着乡公所甲厂商的办公室，当场查扣着金仔条、小册甲现金500多万的证物，而且来通知着涉案的37个人到案说明。检察官认为温志强涉嫌着贪污，嘛卡着政府的采购法甲刑法的涉密案，这个涉嫌重大，而且有可能会逃亡甲串口径，所以向法院来申请着收押禁见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